我姓谷嘅，我乜都識，所以我係谷哥。呢個節目由木獨製作。暴力血腥嘅黃絲，繼前年喺雨傘運動之中使用大殺傷力武器黃色雨傘之後，正值大年初一，趁住香港人注意力鬆散之際，更加喺旺角鬧市採取突擊恐襲行動，展示更加激進、更加具殺傷力嘅武器——街邊魚彈。有幸偉大正義嘅警方及時趕到現場，開槍鎮壓，最後先至力保不失，成功擊退持有魚彈嘅暴徒。接住落嚟，我將會向各位全面剖析街邊魚彈呢個高性能武器嘅傷害性，希望大家能夠防範於未然。首先，街邊魚彈係暴徒常用嘅埋伏武器，集體放於敵人前進路線上，能夠有效降低敵人嘅行動力。人類嘅腳掌接觸之後，因為動能向前而重心偏移，圓形嘅魚彈會將下半身嘅力量轉移至能量嘅後方，繼而造成學名 Fall Street 嘅現象，簡稱仆街。此傷害輕則令人尊嚴盡失，重則傷及五臟六腑，危及生命，破壞力絕不可以輕視。第二，街邊魚彈由魚肉同埋澱粉製成，內藏高溫熱能，一經暴徒掉出，可以導致人體嚴重灼傷。而咖喱同埋辣醬亦有助擴散攻擊範圍，全面提升燃燒效果，加劇傷害。而暴徒喺旺角鬧市之中喧嘩大叫，能夠有效令到魚彈內嘅分子因為不穩定而產生核聚變，期望能夠產生巨大魚彈嘅粉塵爆炸，溶解警方武裝之外，更加能夠輕易摧毀成個九龍嘅地區。我在此再次衷心向各位冒住生命危險，竭盡所能拯救香港嘅警隊致敬。雖然槍械同埋魚彈嘅性能差天共地，但係無懼嘅警察仍然勇往直前，呢份勇氣實在值得我哋嘉許同埋學習。最後，我僅於此希望政府絕不姑息，將魚彈全面納入受管制武器，而香港能夠喺偉大嘅祖國同埋黨嘅照耀下和平理性非暴力咁茁壯成長。I love China， 我愛祖國。喂，各位熱愛祖國、熱愛香港嘅觀眾，記得 like 我哋木獨個 Facebook page 同埋 follow 我哋 Instagram， 我哋將有更加多愛國愛黨嘅消息同大家講。最後希望咁多位能夠將呢份愛國聲音傳揚開去，令到魚彈真係納入管制武器範圍。多謝咁多位，謝謝。